由宜兰林美院联合爱心团体合办的寒暑假绿色学堂免费营养午餐的资助计划，今年已经迈入第10档，10年来照顾的人数不断来提升，今年比往年大约增加100人，预估经费大约需要120万。你长期关注的康黄金慈善爱心协会理事长康志胜，伫活动记者会召开进前，嘛突然间传出心肌梗塞。和在场所有人拢相当的唔甘。每个所学校有好几个长期都是接受到康环清，尤其是康理事长的照顾，包括我们今天也是要来开一个，就是针对今年度的暑假营养午餐。我们开记者会，我刚刚接到消息。我们康理事长在他的会馆心肌梗塞，人走了，还有副会长。今年大概有420位学生将会在暑假的时候，每天礼拜1到礼拜5会分4个点，包括洗漱湾里，包括国民路。包括我们安平区，包括盐城，这我们会分4个点来做处理。其实康理事长真的是我们背后很大的一个支柱了，真的是我们每次已经进入10年了啦。那每次他真的是在那里短贴后面的一个金主，然后也照顾我们很多学校夜天使我相信校长们都知道。那我们其实我们护理联合会一直跟我们康理事长康黄金这边有非常久的一个合作，包括我们的进步学业进步奖，那还有我们的营养午餐今年已经进入第10年了。刚刚还跟庄委在说，10年真的一个很非常久了然后也大家真的是用心良苦。这届受辅助的对象包括南区甲安平区的国中小，以及南宁高中19间学校，总共420名受惠。同工出席的包括台南市妇女联合会、中华九子慈善会、英美赛主会、国际同济会、甲康黄金慈善爱心协会等，拢大力来提供赞助。虽然今年受辅助的对象实在太多，嘛希望各界会用的踊跃来响应。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